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长陈柏成表示，这届的修法对着家己大的使用者，包括本人、配偶或者是未成年子女，全国合计3户以内，仍然维持1.2%的优惠税率，无受影响。但毋是家己大的房屋，伫个5户以下，税率会对1.5%调整到2.4%，你6户以上是3.6%。台南市政府在最近送了一个房屋税征收率的修正自治条例到议会去，那希望说能够透过修法来让这个房价能够稳健的发展。那这一次的修法呢，我先跟各位说明哦，大概对于自住的部分，全国那个在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在全国合计3户以内的，都还是税率都还是1.2%，没有在这一次的修法范围内，所以完全不受影响。那会受影响的都是，如果说以这3户为基准来看的话，是要几乎到第4户以上，这样的人才有机会会去适用到我们这一次的非自住房屋税的一个修正。那税率会从现行的1.5%调整到2.4%或3.6%不等哈。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正，让大家知道说房子够住就好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房的。在台南的处境一直起，市府适时来推出多屋租税修正草案。专家学者认为，一方面会用维护大的正义，另外采取无共量能的课税原则，嘛表示肯定。我觉得台南市政府推出所谓的囤屋税的话，是非常肯定的哦，真的是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个居家公平正义的目标哈。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我觉得对大部分的这个买房子的人，其实都是一般所谓的首购族，或者真的需要房子来居住的哈。那如果高价的话，对年轻人或就是所谓的比较或中产阶级的这个人，他们其实如果是高价的高涨的这个部分，基本上他们是买不起的哈。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房价会高涨的原因还是因为投资客的关系哦。台南市政府呢，这次呢，根据多屋租税或者是所谓的囤房税呢，去做法案的一个修正啊。那其实它的精神呢，已经符合了所谓的量能的一个课税，也就是说，已经考量到财产持有者或所得的拥有者，他本身的一个能力去课税哈，去订定这个修正的一个精神哈。而且台南市政府其实它有相关的配套措施，那应该不至于会影响所谓的租金的一个转嫁。那也可以把多余的房屋释放出来，让有房屋需求者可以呢去在这个平台上呢去租屋。另外，为避免税金房屋将税金转到租金顶面，市府鼓励多屋者嘛用释出房屋到主人的市场，只要符合租赁市场的发展条例，该房屋嘛将以优惠的征收税率2%来课征房屋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